I'm asking it to teach me things that I don't know, or help me solve problems that I otherwise wouldn't be able to solve reasonably. 老實，如果每個月使4000蚊可以請到一個識接電話、覆 WhatsApp 幫你預約跟進生意，仲可以24小時返工嘅數位同事，你覺得值唔值？定係你寧願繼續只用一部電話錄音機嚟接待你啲客？左邊1200蚊嘅基礎方案，只做一件事，幫你聽留言電話轉成文字，等於買咗一部高級錄影機。右邊4000蚊全能方案，你請到一個 AI 全能營業助理，佢會主動做接聽所有來電，即時對答，唔使客留 message， 回覆所有 WhatsApp、Facebook Messenger 嘅查詢，唔會漏，同客即時預約或改期，直入你公司嘅 calendar， 自動發送確認同提醒，大幅減少啲客仔放飛機。初步篩選啲客，問幾個關鍵問題，將高質素嘅客轉到去你嘅 top sales 嗰度，等於請咗一個唔使瞓覺、唔會犯錯嘅前線同事，同你計下條數。請一個真人助理處理呢啲工作，每月總成本輕鬆超過15,000-20,000蚊。佢會病，佢會放假，仲會唔記得覆，仲要你花時間去管理。而家你使4000蚊，就係將呢個直接嘅人力成本轉化為一個高效率、零出錯、全年無休嘅自動化系統。重點係佢唔只代替一個人手，佢做到嘅嘢如24小時即時回覆，唔會唔記得幫你 follow 個客，甚至比一個真人更可靠，直接幫你減低生意流失。最重要嘅仲要係增加成交機會。我係 Mark， 我哋唔係買一個留言信箱服務器，我哋係幫你公司設立第一個數位同事，幫你做晒重複性嘅前線溝通工作，等你啲同事可以做更高價值嘅事。想睇下呢位數位同事嘅完整履歷同點樣運作？下面留言慳錢，我哋嘅數位同事會 send 份詳細嘅介紹俾你，或者你想我哋直接幫你計條數，可以慳到幾多錢，賺翻幾多錢？撳下邊條 link 預約個時間，我親自同你計下。